我哋都忙緊一個問題，就係錢。錢係每一個人嘅生命動力。呢個世界咩嘢都有個價，包括人嘅青春、理想、良知、公義。點解有人含住金鎖匙？點解有人過路命？點解有人彈盡世界？點解又有人過路病？呢個世界除咗窮之外，仲有乜嘢好去驚？想要飛黃騰達，你快啲去照下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佢話多勞多得，幾多人做下就喺原本嘅工位消失。想用能力去匹配，但係規矩非白即黑。做盡咗996之後，咪又係得返個吉。我哋就係過路人，我哋就似過路人。我哋嚟自唔同嘅屋邨，最多咪就係小城鎮。大城市嘅節奏唔會為咗邊個去等等。想要食到一啖蛋糕，你必須要夠狠。思考下怎去笑，思考下怎去要，思考下什麼東西先可加能 make a deal。雖知道世界從來就唔係咁多公正公平，但至少自己嘅目標要 keep going。